尼泊爾一個52歲專門帶人去爬山的這個人叫做達瓦，5月底陪人去爬這個聖母峰，結果落山的時陣，伊全失去聯絡。厝內底的人攏就是講啊，伊已經無命，甚至佫替伊辦祈禱的儀式。想袂到講奇蹟出現，達瓦伊家己經過6天，互超找人員發現的時啊，有緊甲送病院，目前伊人恢復了真好。總算得救的雪巴導遊達瓦，車是坐直升機到首都加德滿都的病院，一個就飛行機隨坐軟機，互人送入病院檢查。目前已經會當開喙講話，恢復的情形真好。達瓦的某囝也真歡喜。52歲達瓦帶一個波蘭籍的登山客爬聖母峰，5月29，兩個人攻頂失敗脫離的時，佇3號到4號營地，差不多海拔7500到8000公尺的死亡地帶失聯去。波蘭登山客家己轉去營地，也毋過達瓦煞攏找無人，就連親人也已經放棄希望，甚至佇個厝裡替達瓦進行2天的祈禱儀式。6月初4早起，淨山清理小組佇聖母峰基地頂頭的昆布水牆附近，看到達瓦慢慢啊佇森林咧爬，工作人員隨甲救起來。這個登山季已經佇個5月底結束，有超過1000個登山者成功爬上聖母峰的上觀點，是有記錄以來上無用的登山季。當時上無也有5個人不幸死亡。在失蹤的6天內，達瓦靠求生意志甲對地形熟悉的程度拼過這關。高海拔地區搜救的黃金時間，干那24到48點鐘，超過3天，會當講是無啥希望啊。也因為失蹤真濟天，包括氣溫低、脫水，也閣有高山症，腦部、肺部腫起來，幾天內都活袂落。達瓦的奇蹟也替高山醫學甲救援署留珍貴的記錄。公視新聞，景元慶編譯。